你以為買咗幾部 Tesla 就係鐵粉，點知佢哋個 Robotaxi 會將你當成水魚咁玩。一個自稱 Tesla 大使嘅用家等咗66分鐘，就係為咗搭一個2.3英里嘅車程，最後仲要自己 call Uber。另一個買咗4次 Tesla 嘅忠實客戶，就經歷咗一連串司機冇出現，或者將佢掉喺目的地幾個街口甚至幾英里外嘅奇幻旅程。官方可能仲會話呢啲係早期測試數據收集緊要階段。講呢啲根本係個路線規劃同 ETA 估算系統，廢過一個用緊2G 網絡嘅地圖 App。佢個演算法嘅混亂程度，就好似你叫個外賣，個 App 話30分鐘送到，結果個外賣員踩住單車環遊咗成個新界一圈，最後同你講：先生，你嘅奶茶喺大嶼山，請自取，一樣咁荒謬。等我拆穿佢個底層邏輯，所謂嘅 AI 學習，連最基本嘅點對點路徑同時間預測都做唔到，仲要喺真實城市環境度測試，根本係將公路當成佢哋嘅免費測試場，班付費乘客就係白老鼠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講真，連 Uber 10年前嘅技術都不如，就拎出嚟收錢兼搵食，公關講到幾未來咁都冇用。班所謂大使同鐵粉今次真係俾人當成水魚湯，抵死到爆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